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5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東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84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84天，也是哈梅内二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84天。今天一早网上就流传一个新聞，感觉波斯局勢已經看到了曙光。這個新聞他是這麼說的，他說據悉美伊協議最終草案已經達成，將在未來數小時內公布。我還以為要劇終了呢，結果定睛一看，他這是5月22日訊。據伊朗勞工新聞通訊社援引阿拉伯衛星電視台報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協議最終草案已經達成，預計將在未來數小時內公布。該草案包括在所有戰線立即全面停火，各方相互承諾不針對基礎設施，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自由將在聯合監測機制下得到保障。針對伊朗的制裁將逐步解除，以換取伊朗遵守協議條款。關於未解決問題的談判將在最多7天內開始。這個傳言有鼻子有眼，那這麼一說，感覺那就劇終了唄。實際上，隨後不久，他這個報道說是援引阿拉伯衛星電視台報道的，人家阿拉伯衛星電視台馬上出來闢謠。沙特阿拉伯電視台稱，伊朗媒體報道稱美伊協議已達成，消息源呢歸於本台的說法是捏造的。伊朗媒體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將相關報道歸於本台的行為屬於新聞事實。伊朗勞工新聞通訊社說是阿拉伯衛星電視台說的，這樣那樣的協議馬上就達成了。阿拉伯衛星電視台出來說我沒說過，這是假新聞。那這到底怎麼回事？我一直說這個伊朗人的新聞你不要信，他就是宣傳。不要信是什麼意思呢？他的真假你沒法去判斷，他是根據需要來宣傳。胡一靜老師是最熟悉這個手法。你要說它是假的，它裡面有真的；你說它是真的吧，它裡面有假的。總之，它就要引導你往他想要的預期效果去引導。所以我查了一下，人工智能告訴我說，消息源頭主要是伊朗媒體的報道，真實性低，目前屬於未證實的傳聞，很可能為假消息或誇大消息。這個人工智能說，他說該傳聞在2020年5月21日至22日迅速在中國媒體，他舉例子了，工商時報、網易、信報等和社交平台傳播，核心內容幾乎完全一致，所有戰線立即全面停火，各方相互承諾不針對基礎設施，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自由將在聯合監測下得到保障。美國針對伊朗的制裁將逐步解除，未解決的問題談判最多在7天內開始。至此，這個答案就揭曉了，是朗子造謠的一條新聞。完了之後，主要是這個新聞是特供，這個印度的盤盤們有福了，這也吃上了特供產品。這個朗子專門為印度盤盤們特供的一條消息，主要在中國媒體嘛和中文社交平台上傳播嘛，而且是源頭就是伊朗勞工新聞通訊社造的這麼個謠。這個人工智能他說，類似傳聞在過去幾周已多次出現，如一夜備忘錄、30天談判框架等，常伴隨市場波動，是油價、金價的反應，但最後證實全是假新聞。這個依據是什麼呢？依據是說，截至2020年5月22號，沒有美國，也就是特朗普政府、白宮、伊朗官方、巴基斯坦調解方或主要國際媒體，比如 BBC、華爾街日報，對吧？路透社等證實最終草案已達成或即將公布。談判確實在進行，也就是巴基斯坦繼續在斡旋，焦點包括停火、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制裁緩解核問題，但分歧仍然巨大，尤其是核濃縮、制裁程度、海峽控制。最後，人工智能得出的結論是，這很可能是伊朗方或親伊媒體釋放的樂觀試探性信息被中文網絡放大傳播，也就是定向特供給印度的盤盤們。
阿拉伯電視台否認，進一步降低了可信性，建議關注官方渠道，如白宮、伊朗外交部、巴基斯坦聲明或傳為國際媒體的後續確認。短期內正式協議公布的可能性不高，局勢十分脆弱，易反覆。現在有了人工智能，你查這些虛假報道、這些謠言非常容易和方便。實際上，特朗普一直在威脅恐嚇。根據央視新聞報道說，美國總統特朗普21日在白宮對媒體說，伊朗必須交出其擁有的高豐度濃縮鈾，美國拿到後很可能會將其銷毀。特朗普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們會拿到那些高濃縮鈾，我們不需要也不想要，我們拿到後很可能會將其銷毀，我們不會讓他們擁有。特朗普說，美伊正在進行談判，結果如何尚待觀察。特朗普他這些話大家在網上都能看到，因為他在白宮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的這些。特朗普還說，談判正處於達成協議和重新發動打擊之間的臨界線上，也就是一念之間，要麼就是達成協議，要麼就是重新開戰。特朗普早些时候稱談判已進入最後階段，但後來警告說外交途徑的窗口可能很快就會關閉。相信我，目前正處於臨界線上，如果我們沒有得到正確的答案，就會很快發動打擊，我們已經做好了發動打擊的準備。特朗普說，協議可能很快或在幾天內達成，但德黑蘭必須給出100%滿意的答案。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德黑蘭已收到美方的觀點，並在研究。他重申，伊朗要求解凍資產，並結束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早些时候，德黑蘭首席談判代表卡利巴夫指責華盛頓尋求重啟戰爭。特朗普此前威脅說，除非伊朗同意達成協議，否則將發動新的打擊。而卡利巴夫則警告說，伊朗將做出強有力的回應。伊朗革命衛隊則表示，任何新的衝突都将擴散到中東以外的地方，也就是戰爭要外溢。關於濃縮鈾，特朗普和伊朗的表態那是針鋒相對的。這就是央視報道，他說，當地時間21日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領袖，也就是那個穆杰塔巴，就是那個燒焦的植物人，神秘神隱起來的，这個一直沒有露面的穆杰塔巴，下令什麼？接近武器級的鈾必須留在伊朗，也就是400多公斤的60%豐度的濃縮鈾，只能放在伊朗，既不會挪到俄羅斯，更不會交給美國，就這意思啊。央視報道說，消息人士透露，穆杰塔巴下令最新指示，那這不就是跟特朗普唱對台戲了嗎？特朗普就要拿走那個400公斤60%豐度的濃縮鈾，穆杰塔巴下令這鈾哪兒都不放，不能離開伊朗國境。路透社他是這麼說的，他說，伊朗最高領袖下令，近武器級濃縮鈾不得運出境外。路透社報道，2名伊朗高層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下達指示，要求該國接近武器級的濃縮鈾不得運往境外。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最高領袖的指令以及體制內部共識都是濃縮鈾庫存絕對不能離開伊朗。由於該議題極為敏感，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另有消息稱，伊朗高層官員認為，如果將這批濃縮鈾運出國境，將在未來面對美國和以色列攻擊時削弱國家防禦能力。關於美伊當前停火局勢，這2名高層人士指出，伊朗內部對美軍暫停敵對行動存在強烈懷疑，認為這可能是一種欺敵戰術，旨在為新一輪空襲營造虛假安全感。消息人士還表示，雖然美伊的部分議題上分歧有所縮小，但在核計劃方面仍存在明顯鴻溝，包括濃縮鈾的處理方式，以及伊朗要求美國承認其進行濃縮鈾的權利。伊朗方面認為，可能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下的稀釋庫存等方式解決部分問題。但是沒有過多長時間，伊朗又闢謠，伊朗高官駁斥濃縮鈾流進報道。根據半島電視台報道說，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否認了有關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已發布新命令，要求濃縮鈾必須留在伊朗境內的報道，稱其為協議敵人的宣傳。該官員補充說，沒有發布任何新命令，德黑蘭的立場始終一致，伊朗將自行稀釋這些材料，這也將是下一階段談判的主題。
你看看，先是2名伊朗的这个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风，是吧？哈梅内伊下令武器级的浓缩铀不能离開伊朗。一會兒又有伊朗的高級官員向半島電視台透露消息，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新的命令。所以伊朗到底在搞什麼？左右互搏，一會兒放這個消息，一會兒放那個消息，說來說去，恐怕就是在折騰特朗普，讓特朗普精神崩潰。特朗普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辦，讓特朗普大錘舉起來又放下，舉起來又放下。伊朗學生通訊社當地時間就5月22號凌晨報道說，在巴基斯坦的調解下，伊朗與美國之間消息和文本交換仍在繼續，目的是達成協議框架。據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稱，如果美伊達成框架協議，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預計將到訪伊朗。他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說如果美伊雙方達成框架協議，穆尼爾就是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到這個伊朗去訪問。但實際上，根據伊朗媒體5月21號的報道，說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將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旨在進一步推動伊朗和美國的談判。也就是穆尼爾已經到了伊朗，是伊朗人的這種極限拉扯，讓特朗普是無所適從，甚至讓特朗普的抱怨這個周末都過不好。特朗普的抱怨周末過不好，他是怎麼抱怨的呢？有記者就問他說：“總統先生，順便問一下，您這個周末會出席您兒子的婚禮嗎？你看看他兒子結婚，作為父親的居然不一定能參加。”特朗普說：“他確實希望我去，他兒子希望他去參加，但這只會是一場很小、很低調的私人活動，也就是他兒子的婚禮是小範圍舉行，不是大操大辦，什麼100桌，是吧？”他說：“我會盡量抽空出席。”居然兒子的婚禮他都不一定有時間，是周末。他說他盡量抽空出席。他說：“我目前正忙得不可開交。”為啥忙？特朗普說：“我跟我兒子說，你知道嗎？對我來說，這個時間點實在不太合適，就不湊巧。你這個周末。你怎麼就趕上這個周末結婚？不湊巧。”他說：“我手頭有件大事要處理。”什麼大事？特朗普說：“也就是所謂的伊朗問題。此外還有其他事務。”特朗普現在很着急，你看周末還要處理伊朗問題，那有什麼問題要處理？參加兒子的婚禮2個小時頂多了吧？複習一下，他都沒時間，是不是意味着這個周末就要開打？一旦開打，他要坐在戰情室，要跟盧比奧、萬斯要一起觀看，邊喝可樂邊欣賞現場直播啊，看轟炸效果啊，很有可能。特朗普說：“這真是一個讓我左右為難的局面。如果我去了，肯定會被罵死；如果我不去，同樣也會被罵死。當然，我指的都是那些假新聞媒體的抨擊，那倒也是。在胡錫進老師看來，特朗普去那也不對，不去那更不對。反正特朗普是左右為難，你幹什麼都是錯誤的。”最後特朗普說：“不過話說回來。我兒子找了一位我相識已久的人作為伴侶，我真心希望他們能夠有一段美滿的婚姻。”確實，這個伊朗問題困擾了特朗普，連他周末參加兒子的婚禮都抽不出時間。我只有一種判斷，很有可能周末就要開戰，這個不湊巧。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對記者說：“如果我們無法達成有利的協議，總統已明確表示他還有其他方案。我不會詳細解釋這些方案是什麼，但大家都清楚。”也就是掄大錘唄。盧比奧在評論美伊談判進程時說：“有一些積極的跡象，我也不想搶在官方聲明前發表評論，所以讓我們看看接下來幾天會發生什麼。”特朗普優先考慮達成好協議，但若無法實現，他還有其他選項。這個美國的參議員格雷厄姆說：“他說特朗普總統今天再次堅定且目標明確。絕不允許伊朗擁有超過900磅的高濃縮鈾，伊朗可能用這些鈾製造髒彈，或者未來在達到90%純度後將其武器化。他今天再次重申決心不讓伊朗擁有通往核武器的任何途徑，沒有濃縮能力就沒有核武器之路。總統一直堅持不允許伊朗進行鈾濃縮，因為伊朗有長期欺騙的歷史。在我看來，這一點再加上確保伊朗無法繼續支持恐怖代理人的既定目標，是談判的紅線，而且理由充分，時間會證明一切。而以色列呢，那大家都知道，這個內塔尼亞胡是最着急的，因為畢竟美國跟伊朗隔得很遠，而伊朗跟以色列很近，伊朗人有了核武器，1個小時之內就會去毀滅這個以色列。
這是特朗普說的。所以這個以色列第11頻道報道說，以色列軍隊和安全機構在新的情報評估後，已針對與伊朗重新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啟動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並將警戒水平提升至最高級別。評估顯示，伊朗可能隨時恢復軍事活動或襲擊，以色列因此提升了行動待命和準備水平，並在戰場上採取了相應的戰略部署。一名以色列官員表示，川普總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公開宣布支持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另一個選項是，特朗普宣布他完全支持以色列在伊朗領土上發動大規模襲擊。該官員強調，特朗普總統仍在為做出最終決定前，利用最後的外交和與德黑蘭談判的機會，留下非常有限的時間窗口。也就是特朗普還是想通过外交来解決，虽然外交窗口逐漸在關閉。阿克西奧斯援引3位消息人士的話說，這個特朗普這不最近特朗普跟內塔尼亞胡打電話，據說打得很不愉快嘛，因為雙方的觀點不一致，也就是内塔尼亞胡希望盡快恢復軍事行动，而這個特朗普是希望跟伊朗達成一個框架協議。那內塔尼亞胡他就說極端焦慮，擔心特朗普被伊朗人忽悠了。記者訪問特朗普，阿克西奧斯就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話說特朗普說了，說內塔尼亞胡會做我想做的一切關於伊朗的事，但我們關係不錯。什麼意思？這個特朗普的意思就是我不方便出手，可以讓內塔尼亞胡出手，大概就這意思，就我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關於伊朗的事，對伊朗我說往東他就往東，我說往西他就往西，就這意思。一位消息人士稱，打完電話後內塔尼亞胡情緒激動，因為他們兩人的目的不一樣。以色列人那必須叫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咬定青山不放鬆，無核无遠程武器，這個就是彈道導彈，無地區武裝代理人。但是特朗普的你不知道，所以以色列內塔尼亞胡他就認為特朗普很容易上伊朗人的道。俄羅斯衛星社5月21日報道，一名伊朗軍方消息人士對衛星社表示，伊朗擁有在與美國和以色列衝突中尚未在戰場上使用的現代化武器。也就是說，這個伊朗人向俄羅斯衛星社透露說，伊朗手上還有大殺器，還有絕密武器。如果這一次美國再要敢對伊朗動手，那麼伊朗人就不忍着了，不克制了，這個大杀器秘密武器就要用出來，讓美國人大吃一驚。這名消息人士說，這一次我們不打算表現克制。或許這就是胡锡進老師所描述的那個叫插眼掏襠。這名伊朗軍方消息人士在評論伊朗為應對美國可能新攻擊所做出的準備時說，我們在國內生產了尚未投入戰場使用，實際上尚未測試過的現代化武器。這裡面就有個問題，你們朗子的領袖哈梅內伊被人給送走了，你這叫不共戴天之仇，你這就應該是叫不擇手段進行報復才對。那為什麼有大殺器不用？領袖都被人送走了，你都不用，那什麼時候用呢？难道領袖不重要嗎？所以有網友說，這個伊朗人呢，尚未投入戰場使用，尚未測試過的現代化武器就是嘴炮。美國人要小心了，領教這個伊朗嘴炮的厲害。根據彭博社報道說，伊朗和安曼正在討論一套永久性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費徵收體系。伊朗提議對商業船只收取高額費用，而對大俄和大國等盟友則予以豁免。這彭博社說的真假難辨呢。根據這個美國媒體報道，伊朗在過去1個月內鞏固了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通過炮艇在中央通行路線布雷，在島嶼上增派部隊和防空系統進行加固，並對過往船只實施收稅制度。當地時间5月21日，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特朗普總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們希望免費通行，我們不希望有通行費，這是國際航道，伊朗無權收取通行費。特朗普同時還表示，因為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伊朗每天損失5億美元，但不管是5億美元、2億美元還是3億美元，他們都在損失很多錢，沒有美國的允許，一艘船也無法通過。這一點美國海軍做得非常出色，正如你們所知，沒有船只可以前往伊朗。什麼意思呢？也就是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那伊朗的革命衛隊還是想去控制，還想把這個權力攬在自己手上。
那美國特朗普已經表態，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通行，不能有任何通行費，國際航道無權干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他不是成立了一個叫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嗎？這個海峽管理局管轄範圍直接就把其他國家領海領土都劃了進去了。這個圖大家恐怕在網上都看到過。總之，它是連接伊朗的穆巴拉克角與阿联酋富查伊拉以南地區，也就是海峽東部入口處的界限，以及連接伊朗的格什姆島尖端與阿聯酋的叫烏姆蓋瓦因的界限，也就是海峽的西部，這一片區域都歸伊朗革命衛隊的叫波斯灣海峽管理局管理。你要通過這個地方，就得先去報備，而且你直接報備還不行，你得通過你們國家的外交部跟伊朗的外交部，然後伊朗的外交部再向革命衛隊请示。伊朗畫的管轄地圖把阿聯酋的富查伊拉港海域都被劃進去了，也就是這德行，自己被揍成這樣，被人按着這樣摩擦，他順手他還要劃了一下鄰居家的東西，這就是挨揍沒夠，小流氓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只能接着揍，打服為止。伊朗媒體報道，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會見了伊朗陸軍總司令哈塔米少將。根據媒體報道，這個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他正在牽頭約束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政治與外交決策中越界行為，也就是佩澤西奇揚把這些強硬派軍人叫來開會，在國內治理、外交等等這些革命衛隊不要插手。這說明什麼？說明穆吉塔巴神隱之後，伊朗的穿西裝的和強硬派和革命衛隊和這些什麼陸軍海軍尿不到一個湖裡去，也沒人聽這個佩澤西奇揚的，佩澤西奇揚也管不了他們。所謂叫來協調都沒有用，各說各話，各自為自己的利益而戰。如果穿西裝的跟特朗普達成協議，而且真的要執行，如果這個協議真的要執行，實際上就意味着伊朗這些什麼伊斯蘭革命衛隊就被邊緣化，就退出歷史的舞台，甚至要遭到清算。你說他們願意嗎？那不可能的。所以他們一定要孤注一擲，奮起反抗。但是如果按照這個革命衛队的搞法，這伊朗已经民不聊生，這經濟馬上就崩潰。靠佩澤西奇揚來斡旋協調有什麼用？有誰聽他的？所以我一直說，特朗普在談判都是在耽誤時間。你首先你很難談成，第二個，即便談成了，也很難執行。誰去執行？革命衛隊到時候不執行，特朗普有什麼辦法？還得來第二回，還得打。我再說一句，這個伊朗為了籠絡大國，拉住大國，他不是搞了一個專門對大國的特別代表嗎？就是伊朗卡利巴夫，由卡利巴夫協調穿西裝的和穿軍裝的，就是革命衛隊，他們之間跟大國合作。這個我在以前節目都介紹過了，就這麼一個商務合作是賺錢的，大家有錢賺，一定要記住了。大國去合作什麼，不管是港口還是修鐵路、地鐵、高鐵，那好歹大家都有錢賺，就有錢賺這麼個事情。政府說了，談好了，結果衛隊不同意。等到你落地的時候，衛隊不同意，說這個地方是我們衛隊管的，這個範圍是我們衛隊管，你政府批了沒用。好，等你找衛隊，衛隊獅子大開口，你再回頭找政府協調，政府協調沒用，人家不聽，衛队不聽政府的。那你看，就這種商業合作都搞不下去，最後現在為了這個抱住籠絡二哥，專門成立一個卡利巴夫為首的就特別代表，卡利巴夫來協調，賺錢還要協調，你說讓利他能協調嗎？這種要命的事，對不對？這種要動搖革命衛隊根基、法理、執政合法性的事情，他能讓步嗎？誰去協調？當然，我同時說，卡利巴夫來協調這個二哥跟三弟之間的什麼合作都是沒用的，枉然。為什麼？因為到時候利益還是分配不均。衛隊可不是3歲小孩，你想糊弄就糊弄，衛隊要更多的利益。所以設立什麼大國特別代表協調卡利巴夫，這個都是表面文章，沒有任何實質的作用。所以你反過來再看特朗普跟伊朗這個談判，不就是浪費時間嗎？你談完了之後也執行不了，所以還是要打。因為就是朗子這種政權結構，你不給他改變了，你談了是白談。先把他打改變了，叫他日月換新天，叫他這裡面這個西裝派說話能管用，這個時候談判
才有意義。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